哦，您好，请问要去哪里？很好，请问特开哪边？很好，请问特开哪边？我要到圣心车站，请问是跳表计费吗？我特开新兴茶跳，请问是跳表算钱是咩？我特开新兴茶跳，请问是跳表算钱是咩？到圣心车站是200元，和跳表差不多价格。到新兴茶跳是200块，和跳表差不多价数。到新兴茶跳是200块，和跳表差不多价数。哦，好的。欢迎您到圣心车站，这座车站的历史超过100年。好，发扬现来新兴茶跳，这个茶跳的历史超过100年。好，发扬现来新兴茶跳，这个茶跳的历史超过100年。融合欧式与日式的结构建筑，也曾经是我们台湾纵贯铁路的最高点哦。融合欧式和日本式的结构建筑，嘛是我们台湾纵贯铁路跳过的素材。融合欧式和日本式的结构建筑，嘛是我们台湾纵贯铁路跳过的素材。哇，我开始期待了呢。哇，那开始期待啊！哇，那开始期待啊！附近是不是有个龙腾断桥呢？是的，龙腾断桥也有100年的历史。秋群是不是就是个牛天团桥嘞？是啊，牛天团桥嘛有100年的历史。秋群是不是就是个牛天团桥嘞？是啊，牛天团桥嘛有100年的历史。经历了2次台湾中部大地震，留下来的断桥历史痕迹，建立2摆台湾政府台铁桶留落来的团桥有历史分野。建立2摆台湾政府台铁桶留落来的团桥有历史分野。那我一定要去。我听出要开，我听出要开。那里还有台湾第1座的铁道自行车，欢迎您去体验啊，一定很好玩。这里也有台湾第1座的铁骑路出行车，欢迎现开体验。听说真好爽。这里也有台湾第1座的铁骑路出行车，欢迎现开体验。听说真好爽。等下你就可以从圣心车站坐铁道自行车到龙腾断桥。等下现1分钟带新兴茶跳坐铁骑路出行车到龙腾团桥。等下现1分钟带新兴茶跳坐铁骑路出行车到龙腾团桥。这个自行车很特别，是绿能创新的，可以用电池回充。这个出行车真特别，是榴莲创新的，不用用天椒飞冲天。这个出行车真特别，是榴莲创新的，不用用天椒飞冲天。哇，这么酷啊！硬体上的安全设计也做得很好，有 GPS 定位跟自动语音导览。真厉害！硬体面上的安全设计嘛做得真好，有 GPS 定位和触控语音导览。真厉害！硬体面上的安全设计嘛做得真好，有 GPS 定位和触控语音导览。到旧山线铁道沿途会经过3座铁桥和8座隧道。到秋山线铁骑路沿路会经过3座铁桥和8座崩坑。到秋山线铁骑路沿路会经过3座铁桥和8座崩坑，相当值得去体验哦，感觉很棒哦。相当就值得去体验。感觉真赞。相当就值得去体验。感觉真赞。哦，到了，这边就是圣心车站。哦，谢谢你。祝您玩得开心。到尾啊，抓一个新兴茶跳，罗拉，祝福hen爽了欢喜。到尾啊，抓一个新兴茶跳，罗拉，祝福hen爽了欢喜。